你好，呢度係越精彩時局縱橫，我係芬妮。最近有件事唔係好對路，習近平開始變細聲啦，佢唔再咁想被睇見啦。呢個喺度釋放乜嘢信號？喺外部壓力同內部博弈交織之下，習近平表面上係被迫降調，但暗中仲係將壞事做絕。據講喺一次政治局密會上，習近平親自下達咗一項秘密指示，但川普一招逼局，將習近平打回原形。就喺川普直接將習近平架到火爐上燒烤嘅同時，曾經喺中共官場入邊廣泛流傳嘅一段習氏真言“三知三不知”，最近再次被翻出。而非常擅長扮豬食老虎嘅習近平，除咗多次呃過政敵，佢最近幾年賣嘅嗰啲垃圾書又撈咗幾多錢？真正嘅信號唔再嗌出嚟，而係突然安靜。要知道過去呢10幾年，習近平俾人嘅印象係乜嘢？講話要上頭條，開會要坐中間位置，出訪要洗版。存在感唔係權力本身，而係權力嘅聲量。權力唔單止要喺度，仲要被睇到。但而家呢，冇官宣，冇解釋，甚至連一個版本更新說明都冇，只係靜靜咁露面少咗，表態淡啦，語氣軟啦，好似一個本嚟日日開咪嘅人，突然間將聲音關細啦。你甚至唔明確呢個係佢自己調嘅，定係有人幫佢調嘅。呢種變化，佢唔係一個事件，而係一種氛圍。過去嗰種排山倒海嘅個人節奏，正喺慢慢離場。萬維網發表評論文章，分析咗呢一個釋放唔尋常嘅信號。過去係我嚟定調，而家變成咗我哋嚟報告。過去係親自部署，而家變成中央決策。過去係個人風頭，而家係集體領導。喺中央體制入邊，最危險嘅唔係高調，而係突然嘅低調。因為高調可以演，但低調往往係被逼嘅。咁問題係習近平點解突然間低調？呢個喺度收定係喺度匿？係權力已經穩到唔需要講說話啦，定係局勢複雜到唔能夠多講啦？又或者係更大嘅事件已經喺水面下發生啦？我哋一齊嚟睇一睇。首先，中共官方出爐嘅最新經濟數據，多個領域唔係下跌就係倒退，經濟完全冇想象咁輕鬆。喺呢種情況下，高調等於綁定責任，而低調係風險切割。其次，過去一年軍隊整肅，高層震盪，節奏冇停過。一個講明乜嘢？大清洗仲未結束，內部亦都並冇完全達成一致。第三，而家嘅外部環境係一個唔適合強表態嘅世界。喺咁樣嘅局面下，多講多錯，少講少錯。習近平安全嘅選擇，減少表態就係降低誤判。而當呢3條線加喺一齊，就會出現一個結果：權力越集中，風險亦越集中。副作用已經開始顯現，所有問題都會向上匯集。經濟唔好係邊個嘅責任？外交受挫係邊個嘅責任？體制出問題係邊個嘅責任？當然有啲答案都針對同一個名字時，嗰個名就必須開始降噪。呢個就係習近平權力集中嘅代價。所以你會見到一個改變。過去需要不斷加大個人權威，就需要適度隱身。呢個唔係風格嘅改變，呢個係壓力嘅反應。喺緊張同敏感之下，真正嘅信號唔在於佢講咗乜嘢，而係佢開始唔講乜嘢。習近平表面上係被逼低調啦，但暗中仲係將壞事做絕。有知情人士透露內幕，喺一次政治局密會上，習近平親自下達咗一項指示，力爭將呢次美伊戰爭變成一個阿富汗戰爭嘅重現，要將伊朗變成美國嘅另一個阿富汗。女澳化學家袁紅冰喺接受看中國採訪時，披露咗嚟自中共體制良知人士傳出嘅相關訊息。
喺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嘅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嘅一個指示講得好清楚，佢話要力爭將呢一次美伊戰爭變成一個阿富汗戰爭嘅重現，亦就係要好似阿富汗戰爭咁，再將美國嘅軍事能量吸引喺伊朗方面。呢個就係習近平而家對待美伊戰爭嘅一個基本嘅戰略態度。而圍繞咁樣一個所謂嘅最高指示，整個中共嘅大外宣而家就不斷咁宣傳美伊戰爭將要長期持續，伊朗會長期堅持落去，美國想要短期內結束伊朗戰爭，想要恢復霍爾木茲海峽嘅海上運輸嘅通道，都係唔可能嘅等等。而家中共大外宣極力宣傳嘅呢一整套欺世大話，其實都係嚟自習近平嘅呢個指示，就係要將伊朗變成美國嘅另一個阿富汗。袁洪兵話，中共而家實際上喺伊朗問題上，佢嘅態度仍然係扮演兩面人嘅角色。習近平嘅天性中就有兩面人呢一個特質，呢種基本嘅人格特質已經演化成中共對待美國、對待川普總統嘅一個國家戰略。呢個就係做兩面人，要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喺對待伊朗嘅問題上，中共實際上一直係喺全面支持伊朗政權嘅穩定。中共透過秘密通道向伊朗輸送各種軍事裝備，而家亦都已經被曝光。不過習近平嘅所有打算都被川普打回原形。習近平原本希望4月初同川普舉行峰會，向世界展示川習並肩、平起平坐嘅形象，但係川普單方面要求推遲，等於潑咗北京一盆冷水。習近平被川普晾住，只能夠白等。心入邊恐怕唔好受。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助理國務卿、現任紐約智庫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嘅羅素表示，北京將呢次突然臨時嘅延期視為一種不尊重。不過對中國嚟講，唯一嘅好處係呢一次嘅推遲，令北京避免咗一個尷尬情況，一邊要接待川普，一邊又要譴責佢對伊朗嘅攻擊係非法侵略。另外，川普呢一次唔單止對習近平冷落，仲將佢架喺火上燒。對於伊朗戰爭，北京嘅回應依然熟悉，唔承諾，唔拒絕，只係呼籲停火。呢種精準模糊曾經係中共外交最有效嘅工具，但問題係而家環境變啦。川普通過海外媒體直接呼籲，中國90%嘅石油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所以北京亦都要參與霍爾木茲海峽護航。佢希望喺峰會前知道結果。川普呢一招夠狠啊，直接就係將習近平架到火爐上，左右為難，落唔到台。呢下就熱鬧啦，習近平引咗一肚火，要繼續放軟話，定係手忙腳亂，唔知點樣。我哋接住睇戲。反正習近平嘅幻想始終會離場，佢想將伊朗變成阿富汗嘅目標，亦喺炮火中灰飛煙滅啦。習近平嘅呢種態度搖擺，其實並唔新鮮。如果將時間向前拉，你會發現呢種方向本身嘅搖擺，其實早就刻喺佢嘅基因入邊。習氏真言不知生不知，到而家仍喺中共官場入邊廣泛流傳。我推薦一款非常好用嘅 VPN， 神盾 VPN。我同我哋團隊嘅人都覺得呢個係目前真正值得信賴嘅安全 VPN。點解咁講？好多人可能都喺度用 VPN， 但係傳統 VPN 存在一個問題，佢只用一台伺服器，資料經過加密傳到 VPN 嘅伺服器，然後由同一台伺服器發送出去。亦就係話，佢唔單止知道你嘅來源 IP， 亦都知道你連到去邊度。呢個意味住，只要嗰台伺服器有風險，你嘅成條路徑就會被睇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採用嘅係獨家技術，雙節點 P2P 加密架構，資料會經過兩台伺服器轉送。第一台只係知道你嘅來源 IP， 第二台只係知道你要連嘅目的地。
兩台之間端對端加密，任何單一節點都無法還原成條通訊路徑，連神盾自己都無法追蹤你喺網絡上嘅行蹤。除咗安全，神盾 VPN 嘅速度同穩定性表現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喺全球伺服器自動切換，隨時連最近最快節點，而且一個賬號可以用喺手機、電腦、平板電腦，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購買2年方案，享有65折優惠，輸入我哋節目專屬優惠碼月，再有9折。30日內唔滿意，全額退款，無風險試用。快啲點擊節目下方描述欄購買連結購買啦！據時事評論員新高地爆料，廈門賴昌星曾經同習近平嘅交情好深，賴昌星對習近平嘅品性亦有微詞。據佢講述，習近平有一次喺酒後對佢講笑時話：我知道今日要食飯，但就唔知道喺邊度食飯。我知道聽日早上開會要發言，但發言嘅內容就仲未知道。我知道今日晚上要瞓覺，但同邊個瞓我仲唔知道。呢個就係最近又被翻出嚟嘅習近平語錄3知3不知。習近平嘅呢番言論其實就係中共官場嘅真實寫照。賴昌星對習近平嚟講，亦係一個政治死穴。呢個估計就係習近平上任前就要不惜一切代價將賴昌星引渡回國囚禁嘅主要原因。1999年震驚中外嘅遠華走私案披露，幾乎令當時整個福建省官場人人自危。但令外界難以解釋嘅係，喺福建從政17年嘅習近平，點解就能夠自身度外呢？香港媒體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皆因遠華集團主腦賴昌星當初睇唔上習近平，認為佢傻，仕途又一般，所以就冇向佢落手。賴昌星係遠華集團董事長。1999年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爆發，賴昌星因為走私超過價值500億人民幣貨物，觸怒時任總理朱鎔基，並親自督辦徹查。賴昌星後嚟逃亡加拿大，中共之後同加拿大展開咗10幾年嘅外交拉鋸戰，直到2011年，賴昌星先至被遣返回國。2012年5月18號，賴昌星被判處無期徒刑，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而家問題係，習近平真係傻瓜咩？佢絕非傻瓜，而係最擅長扮豬食老虎。有分析認為，喺習近平上位之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佢係一個溫和嘅改革派，比胡錦濤仲容易講說話，比李克強仲好控制，邊個都以為佢係最好拿捏嘅嗰一個。所以經過各門派鬥爭折中後，習近平以史上最弱勢嘅總書記姿態上位。諗到習近平上台後，大家都懵啦。習近平好快清除所有敵對派系，而定於一尊。就喺習近平失去權力風聲四起嘅同時，習近平再次上演扮豬食老虎，呃過反習派，最終發起軍事政變，拘捕咗張又俠。有評論話，習近平扮孫子嘅本事係黨內第一，冇人比得上。我哋再講下習近平撈錢呢一塊。先唔講習近平自己嘅家族暗藏巨額財富，習近平嘅家姐掌握近百兆商業帝國，就講明面上，習近平公費出書知幾多？最近呢幾年，習近平出咗幾多書，發行到幾多個國家，撈咗幾多錢？資料顯示，習近平上台前後出版發行個人專題、綜合文集、專題論述等，總共超過10億冊。時事評論員但風塵發表文章表示，毛澤東出書22本，公費印刷、發行海量，稿費自吞。靠呢啲稿費，毛澤東成咗嗰個時代中國最富有嘅人民公僕。鄧小平出書10本，江澤民出書8本，胡錦濤出書4本。呢3位黨魁同樣係公費出版，稿酬自吞。同前輩相比，習近平真係超高產作家。不過呢個背後究竟有幾多操刀手替佢忙裏忙外呢？咁樣習近平
呢個總發行量10億冊書到底撈咗幾多錢呢？一定係一個得人驚嘅天文數字，佢嘅準確數值恐怕冇人講得清楚。我哋只係攞一本書嚟舉例，最近中國大陸正係組織展開正確政績觀教育，主要學習嘅就係習近平關於樹立同實踐正確政績觀論述集篇。該書嘅定價係20蚊。根據官方消息，中共黨員總數突破1億大關。如果人手一本習近平嘅論述集篇，總支出將超過20億。呢一筆錢自然由各個單位支出，而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共稅務部門、習近平本人係唔係都賺到盆滿缽滿？不過習近平嘅著作就係垃圾一堆，因為喺習近平思想嘅指導下，中共嘅軍隊官場幾乎無官不貪，無利不腐，而且越反越腐，越洗越爛。呢個現實係幾咁令人難堪，唔係說明習近平係治國理政嘅草包、笨蛋、窩囊廢咩？佢嘅著作唔都係垃圾一堆咩？呢度係越精彩時局中橫，多謝你嘅陪伴同思考，請訂閱、分享並點擊小鈴鐺，等我哋一齊喺動盪中堅守真相，喺黑暗中燃點希望。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會。